至於左右手方面，主隊嘅多蒙特更有望立於不敗之地。當然啦，想要更多我哋嘅心水好料，記得留意翻公眾號嘅更新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北京時間16點，我係俊超，報時廣東經濟珠江經濟台。放眼世界，凝聚四海，經濟第一台。駿馬迎新歲，好禮送到嚟！廣東廣播新春福利活動又嚟啦！第5個新春，老朋友一路相伴，新朋友歡迎加入。1月26號起到2月10號，關注聽見廣東公眾號回覆馬年，即可參與活動領取電台專屬嘅新春紅包封面，同時仲有8份新春好禮，天天抽獎送不停。特別注意，已經參與5年活動嘅老朋友，仲可以解鎖新春限定專屬禮品，仲等咩啊？好運馬上到，關注聽見廣東公眾號回覆馬年，同我哋一齊歡歡喜喜迎新年。本節目所有賽事資訊及分析